但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噃。呢種地方主義其實係令國家民族付出咗巨大代價嘅。我哋中意默默耕耘嘅廣東人，確實應該重新認識歷史啦，重新認識無國豈有家嘅道理，唔好再揸住自己利益唔放，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唔好再做井底之蛙啦。當年陳濟棠同19路軍嘅陳領書蔡廷鍇關係搞到彎彎公屍，128淞滬抗戰兄弟有難，佢見死都不救，唔派軍隊去上海，只係支援一架飛機，實在係令全國人民都心寒啊！陳濟棠嘅不顧國家民族大義行為，導致咗中國坐失一個徹底打低日本仔，趁佢病攞佢命嘅機會，錯失咗一個全民團結抗戰、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民族振興嘅機會。可以講，19路軍上海孤立無援，最後只能夠去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走入掘頭路，最後被迫解散，就係呢個民國廣東省政府阿頭陳濟棠一手造成嘅。因為當時係你廣東軍政府話要派粵軍去守上海同埋北京，作為支持中國統一嘅手段，同汪政府一齊搞冧蔣介石。於是武漢南京就將鎮守國門、鎮守北京上海、鎮守京滬衛戍區嘅責任交咗俾粵軍，交咗俾我哋廣東人啊！呢段歷史蔡廷鍇自傳都有講嘅，所以啲北方人就話啦，點解國難當頭你哋廣東人自己唔負責，而叫下咗嘢嘅老長負責呢？實在係有啲講唔過去啩。所以蔡廷鍇自傳裏邊經常都不指名道姓咁鬧廣東省嘅某要人領導賣國，鬧到義憤填膺七情上面，就係咁嘅原因。因為19路軍係客家兵軍隊，陳濟棠認為佢屬下係港府廣東本地軍隊，所以港府客家利益集團又再一次喺孫中山、陳炯明之後再出現咗矛盾激化。當時嘅民國政府坐視不理，放任民族矛盾激化，導致關鍵時刻外族入侵，唔能夠團結對外，俾日本人乘虛而入。呢種廣東人